94-87，廣東隊喺自己嘅主場咧，都係仲係贏咗一場波，贏咗江蘇肯蒂亞嚇。咁但係呢場波咧，我覺得係第3階段開始以嚟咧，廣東隊打得最差嘅一場比賽。點解咧？嗱，雖然話將對方嘅得分限制到90分都去唔到啦，但係我唔記得江蘇肯蒂亞係聯盟倒數第2嘅球隊。其實佢哋隊中2個外援係冇任何嘅進攻能力。咁而廣東隊自己本身喺呢場比賽咧，嗱，籃板贏咗好多㗎，47-35贏咗12個。助攻方面亦都比對方多3個。咁啊搶斷咧亦比對方多1個，15-14。但係自己有24次嘅失誤，對方咧不相伯仲。呢個完全唔係廣東隊喺第3階段呈現出嚟嘅狀態。仲有就係廣東隊今日嘅3分命中率真係慘不忍睹，28.1%。32投9中，咁當然亦都仲有好多係攞咗籃板之後冇辦法將佢形成2次得分嘅機會啦。仲有就係自己喺防守端其實都係太過鬆懈，俾對方喺3分線有好多個吉位投射啦。咁所以正如周琦喺賽後採訪話齋啦，呢場比賽佢哋冇俾到江蘇隊應有嘅尊重，所以換言之就係對呢場比賽咧過於輕敵啦。嗱，呢一個係一個警鐘嚟嘅。雖然話第3階段以嚟廣東隊有一個好好嘅勢頭，亦都係而家都叫做延咗一個比較長嘅連勝，但係再次喺一場主場爭啲咧，好危險嘅比賽當中咧，係同廣東隊嘅球員咧就敲起警鐘。呢個聯盟冇一支係絕對意義上嘅弱隊嚟嘅，而自己嘅實力而家亦都遠遠未達到好似之前鼎盛時期領先15分、20分就可以放鬆嘅咁樣實力。所以咧喺即將嚟緊嘅北京兩年客有一場咁嘅鬆懈嘅比賽，我覺得幾好啊！亦都俾球員咧知道自己而家真正嘅實力咧，其實係未到自己巔峰時期咁好嘅。咁啊，而家距離呢個常規嘅結束咧，其實唔係得翻幾場波嘅啫。若然2個北京嘅客場全部贏晒，咁啊，其實翻到嚟咧有一場硬仗，就係對住港下嘅絕對卡位戰。咁所以咧喺一個比較魔鬼嘅賽程之前，出現咗狀態滑落或者係心態放鬆，我覺得係發現咗問題。就而家就希望佢哋可以喺1日嘅時間裏邊將呢個問題解決佢啦。遠遠未到放鬆嘅時候，亦都希望咧球隊或者球員咧佢哋可以繼續保持一個好好嘅專注度啦。咁要講講今日一場比賽啦，其實趙錦陽啦，好耐冇打波啦，但係今日上到嚟之後咧，個表現其實我個人對於佢嚟講係幾好嘅，我覺得係滿意。防守端好積極，基本上冇太大嘅犯錯啊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當場呢場比賽要多得周琦同埋阿水啦。咁周琦呢場波16分17個籃板，咁啊和達斯咧亦都係28分7個籃板4次助攻咧，亦都係成為挽救呢場比賽嘅第一功臣。但係希望廣東隊其他球員生生性性啦。好啦，今期復本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